啊，搁来要提醒咱的乡亲时代要小心，新冠病毒就藏伫咱的日常生活用品，尤其是便所甲手机啊，上危险。台南安南病院医师柯炳毅讲有研究报告，讲真侪新冠病毒的患者，拢是因为来摸到日常的生活用品，不知不觉去喂着病毒。其中这个手机啊，甲咧花电脑的迄个电脑齿，拢是稳重的感染源。啊，伫便所喂着新冠病毒的几率高达8成。医生讲，这个病毒掉伫个生活用品的面顶，会当来活9天。所以要呼吁咱的乡亲时代，任何的小细节拢袂当来凊彩，拢爱做好着消毒。手机啊、电脑，这是现代人真接地用的物件，掩盖细字，真有可能新冠病毒会透过这日常用品，互你去喂着，所以讲千万唔通大意。有时候这个病人咳一个嗽以后，他手上就沾到这个病毒，那到处摸呢，可能就会污染了。若是日常用品来注意，未解封了，未少人搁重新上班，真侪所在拢有可能稳重病毒。医生讲，车门也是驾驶盘会使先用酒精拭过，到公司了后。入去电梯了，嘛要细致，因为平常时入电梯这个动作嘛，可能去喂着病毒。伊就研究显示，新冠病毒日常生活用品去目着病毒情形，手机是78%，电梯这个钮也是43%，其中变数上悬是81%。像进前伫高雄发生的群聚事件，明明是2间无同款的房间嘛无熟悉，抑过拢去喂着病毒，真有可能就是讲。用同一个便所去喂到的。拿过的塑胶，这个病毒会在上面存在大概4到9天。所以讲，医生提醒，若接触过生活用品了，一定要较常洗手咧，不时用这个酒精做消毒，才度将这个喂到病风险降到最低。